劉達強警司1977年加入警隊，90年代初開始兼任警察談判小組工作，利用公餘時間24小時候命，拯救企圖自殺人士嘅生命。加入警隊係一生嘅志願，但係入咗警隊之後，我發覺有啲地方唔可以純粹喺法律方面去解決，有好多係用情理法而唔係法理情。喺方圓軟硬、人情與法律之間嘅回轉，係靠我哋好多嘅轉折點。而做談判人員就係一個方向，就可以將一啲可能睇落嚟解決唔到嘅事，係好輕易去解決。劉警司依家係深水埗警區助理指揮官，眼見近年有唔少校園自殺個案發生，劉警司決意騰出私人時間，義務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合辦一系列校園危機處理講座。我哋將香港有好多研究自殺嘅組織，例如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呢個撒瑪利亞會同埋生命熱線入邊所有嘅研究咧，係輸送去俾一啲教育界嘅前線工作人員，包括學校嘅社工、呢個訓導主任同埋老師，亦都配合埋教育局入邊所講嘅一啲危機處理嘅方法。咁所以呢個危機小組咧，能夠更好咁認知到，如果有危機發生，有學生企條係點樣去面對學生，同時間求助。劉警司擁有超過20年嘅談判經驗，多年來佢毫無保留咁樣將呢啲心得同埋累積嘅經驗同同僚同埋後輩分享。佢堅信只有薪火相傳，先至能夠延續推廣保護生命嘅工作。我哋過去嘅日子入邊，有好多人只會用一個 functional approach 知識領域去做一種嘢。其實萬事唯心嗰種道德觀，我哋點解去幫人嗰種態度、嗰種傳承，係要靠一啲真係有心人，或者覺得自己係有呢個能力嘅人，話俾新嚟嘅人聽。繼來者風華正茂，佢哋真正可以喺有經驗人身上學習，而且可以更好咁做一個好警察，幫市民解決困難，特別係危機處理。喺同僚嘅眼中，劉警司絕對係佢哋維護市民生命嘅典範。劉達強先生就係我哋香港談判小組裏邊一個好重要嘅成員啦。咁佢亦都係喺我哋小組裏邊咧，就有21年嘅經驗啦。咁咧就喺21年裏邊咧，佢係參與過超過200個嘅事件裏邊咧嘅拯救生命嘅工作。咁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就談判小組裏邊咧，其實我哋係一個兼任性嘅職務嘅。咁達強咧就好多時候用自己一啲嘅係好無私嘅精神啦，同埋用好多自己嘅係私人嘅時間咧，係不斷咧咁去用自己正面嘅係生命力啦，去係幫助一啲嘅係諗住咧自殺嘅朋友。劉警司對保護生命嗰份熱情同埋執着，只為一個簡單嘅信念。人嘅生命係好寶貴，而且我哋應該係遇難而上，越難嘅時間係更加要推自己去高峰，解決問題。